依家打開手機，日日都有人同你講話，喂 AI 又進步咗喎，邊行又準備失業啦。如果你係打工仔嘅話，你可能驚緊 AI 遲早會做埋你嗰份文職。如果你係老闆嘅話，你可能諗緊點樣先可以用 AI 炒幾個人，慳花一筆人工呢？但係呢一種非黑即白嘅諗法，將 AI 當做假想敵嘅思維，正正就係阻礙你賺大錢嘅致命傷。Hello， 大家好，我係喵老闆，目前經營緊5間鋪頭。有好多人問過我，喵老闆啊，你開實體店使唔使理 AI 㗎？我話俾你聽啦，如果你唔明今日我講嘅呢套商業邏輯嘅話，無論你做咩生意都係會俾時代淘汰嘅。今日我哋就會繼續講從0到1呢本書啦。咁未睇前幾集嘅可以撳翻去睇啦。今日第4集就會徹底拆解人類同埋 AI 真正嘅關係。除此之外，我仲會同大家揭曉一個神秘嘅真相。點解世界上最成功嘅老闆個個性格都咁古怪嘅呢？咁我哋即刻開始咯。要理解 AI， 首先要搞清一個經濟學概念：代替同埋補充。有好多人將電腦視為人類嘅替代品，覺得電腦越叻，人就越冇價值啦。咁作者 Peter 曾經喺書入邊講過，因為呢一個係我哋將科技同埋全球化撈亂咗。咁咩叫全球化？即係將美國嘅工廠搬去東南亞啦，因為嗰度啲人平啲啦。喺全球化之下，發展中嘅國家嘅工人的確係替代緊一啲發達嘅國家嘅工人嘅。咁我哋喺同一個維度嗰上面爭飯碗嘅話，呢個就係1到 N 嘅水平進步啦。但係科技即係例如電腦同埋 AI 就唔同嘅，科技係由0到1嘅垂直進步。電腦根本就唔係人類，佢同我哋嘅思考模式係完全唔同啊！人類同電腦唔係一個競爭嘅關係，而係一個互補嘅關係。真正賺大錢嘅人呢，從來都唔會將時間嘥喺同機器鬥快嗰度嘅，而係諗點樣可以利用呢部機器，企喺呢部機器嘅膊頭上邊去幫自己。點解話人同電腦係互補嘅呢？你細心諗下，電腦最叻係咩？處理海量嘅數據同埋做啲重複性極高嘅運算。幾百萬條數，電腦1秒就計完啦。但係人類可能去到死嗰一下都未計到出嚟。人類叻係咩啊？喺一啲唔完整嘅資訊入邊做到決策同埋有直覺，識得處理一啲複雜嘅社交關係同埋情緒。咁作者 Peter 當年創辦 PayPal 嘅時候，面對住極度嚴重嘅信用卡欺詐詐騙。如果單靠電腦寫曲去捉啲騙徒嘅話，其實騙徒只要稍為改下佢呃人嘅方式咧，電腦其實可能就會捉錯咗好多人啦。但係如果靠人工去查嘅話，每日有幾百萬單交易，其實去到下世都未查完嘅。咁最後 PayPal 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呢？就係佢哋發明咗一套人機補位嘅 system 啦。先用電腦高速篩選出最可疑嘅交易，然之後再交俾人類專家用直覺同埋經驗去審核、去批判、去分辨出真正嘅罪犯啦。咁呢一種機器做苦力，人類做決策嘅模式咧，令 PayPal 可以成功喺呢個市場上面生存落去。後來甚至演變成一個市值上千億嘅大數據公司。咁我攞翻我自己5間鋪頭做例子啦。咁其實 AI 係唔會幫我落手落腳去煮嘢食啊，做啲咩啊，或者都對唔到個客笑啊，或者俾唔到個客一種好溫暖嘅人情味嘅。但係我會用電腦系統去計數啦。AI 可以準確咁樣話俾我知邊間鋪頭星期幾下晝2點係最旺嘅，邊件貨嘅流轉率係最快嘅啦。
點樣先可以排更表，先可以將人工成本壓到最低呢？咁其實呢啲嘢如果單靠我自己嘅感覺去入貨或者排更表嘅話，其實我每個月咧最少都要嘥幾萬蚊嘅成本去做呢啲嘢啦。但係如果我完全聽晒電腦話，用機械人去 serve 啲客嘅話，咁我成間鋪頭其實就冇咗人情味，冇咗靈魂啦。啲客其實都唔會返轉頭嘅。所以咧，創業者最終嘅任務就係要發掘有啲咩事係 AI 做唔到，而我可以利用 AI 去幫我做得更快更加好嘅咧。咁你就要發號施令，去令嗰個大腦去做嘢，而唔係做嗰件工具哦。講完 AI， 我哋就準備進入全本書最有趣嘅心理學部分啦，就叫創業者悖論啦。咁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咧？呢個世界最頂尖嘅創辦人，好似 Elon Musk、Steve Jobs 或者阿 Mark 咁，佢哋其實性格都係非常之古怪嘅咧。有啲人咧脾氣就好燥啦，燥到極點啦；有啲人又好內向，好似有社恐咁樣，但係佢哋都可以好似個天才咁樣做到好多好勁嘅嘢出嚟啦。咁作者 Peter 就解釋，普通人嘅性格特徵分佈係一個正常嘅中型曲線嗰度啦 ，bell curve。咁即係絕大部分人都係喺中間普普通通四平八穩咁樣嘅，但係咧成功嘅創業者嘅性格分佈咧就係一個倒中型或者一個 U 型曲線嘅 shape 嚟嘅。喺佢哋身上面咧，同時集齊咗最極端嘅特質啦。佢哋可以同時係一個極度傲慢、有極度自卑，但係同時都極度貪錢，但係又理想地極度執着嘅人。呢種古怪咧，正正就係佢哋核心嘅競爭力。好啦，問題嚟啦，點解一間初創公司或者一門新嘅生意需要一個奇奇怪怪嘅老闆嘅呢？因為如果你諗法咧同埋性格同街邊嗰啲師奶或者坐喺你隔離嗰個伯伯完全一模一樣嘅話，其實咧永遠都睇唔到市場入邊人哋嘅嗰片海域咯。如果你根本都冇辦法發掘到嗰啲人哋睇唔透嘅獨家秘密嘅話，公司喺起步嘅階段就會極之脆弱啦。你需要一個好似暴君或者宗教領袖咁嘅人，用佢嗰種偏執嘅信仰去帶領住成個團隊喺絕境入邊殺出一條血路出嚟嘅。咁好多人創業都係為咗迎合大眾啦，將自己包裝到好圓潤咁樣，做出一件平平無奇嘅 product。咁 Mel 老闆就喺度奉勸大家啦，唔好驚自己嗰一份嘅怪啊！如果你對某啲細節有某一種強迫症級別嘅執着嘅話，請你保持呢一份執着，因為喺商業世界入邊，平庸先係最危險嘅自殺。你嗰一種人哋冇辦法理解嘅偏執咧，可能正正就係你呢間公司最強大、最堅固嘅護城河。好啦，咁今日呢一集呢，有幾個重點嘅。第一個重點就係千祈唔好將 AI 當成你嘅敵人，要學識用機器去處理數據啦，再用人腦去做抉擇，做到人機保位。第二個就係要接受自己嘅古怪同埋偏執啦，因為打破常規嘅人呢，先可以創造出由0到1嘅奇蹟嘅。咁下一集就係最後一集，講述呢本從0到1嘅書啦。咁如果你仲想繼續聽落去嘅話，就記得打開個通知啦。咁我一出新片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如果你有啲咩書都仲想聽嘅話，你可以下邊留言話我知啦。我係 Mel 老闆，我哋下次見，拜拜。